来看台中捷运长一个20岁姓洪的查甫人哦，举刀啊殴白太人，造成2个民众重伤。今仔早起，嫌犯伫律师的陪同进行侦讯，初步了解，伊是以谋犯案，动机据了解，重伤的17岁查甫囡仔下晡应该得当转到一般病房。另外一个28岁查甫状况是真稳定，伊嘛感谢外界的关心。台中警方嘛调动各分局20来警察来协助捷运的安全，每一班车即马顶头拢有警察。捷运警察入去到车厢内底，随车来巡逻警戒。除了配枪以外，还有电击枪甲辣椒水。台中捷运2日发生举刀攻击的事件了后，警方虽宣布即马开始每一台列车拢要有警员来随车巡逻防护，将以班班列车有警察的勤务方式，协同捷运公司保全人员交叉巡逻，加强专责护车勤务。警方表示，台中捷运每天有286个车帮，毋过敢若有32个外勤的警力。发生举刀攻击事件时阵，是第6分局的警员先到场，捷运警察迄当阵有4个人伫咧巡逻，落尾才坐计程车到位。所以为即马开始，由台中市保安大队、交通大队、第2、第5甲第6分局，拢总加派26个警力来支援，联合巡逻的勤务会维持到月底，再过来检讨调整。因那民众的看法是拢无同。我预期说车站可能会有很多警察在这地方驻守嘛，因为发生事情，结果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样。这部分会产生有些疑虑啦。你不可能每天都发生那种事情呢，每天放一堆人在这里也是浪费很多资源。姓洪的嫌犯拒绝警方伫咧暗时询问，22早起才含律师做伙来接受侦讯。警方调查嫌犯19暗时就到台中伫西屯的汽车旅馆住2暝，21退房了后坐计程车到台中捷运水安宫站来犯案。3支刀是伊1礼拜前伫咧高雄路德的5金行买。目前嫌犯的情绪稳定，犯案的动机也该调查。目前是看起来是没有，还算平静啦，还算平静啦。所以他这个部分倒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安啦，包括用餐啦，还有睡眠啦，都相当的正常。因那勇敢徛出来压制嫌犯28岁姓柯的查甫人，伊倒边的面有互撩到9公分的空喙，接落来会阁进行美容的手术。另外，互嫌犯抬着伤的17岁姓卢的男性，正边的肩胛头、胸坎甲手骨，拢总有22公分的空喙。安生下晡就对家护病房转到一般病房。我没有那么值得关心啊。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钱包。警方提醒，目前已经有诈骗集团偷用姓柯的查甫人的名义来借钱，民众千万唔通互骗去。台中市府嘛表示，迄当阵伫车厢内底到压制嫌犯的民众，14人拢会当免费来坐台中捷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